的客家百年专题音乐片的内列波图，今日带大家来看，请有客家色彩的纯音乐艺术——客家八音。客家八音是汉人的生命礼俗之乐。去年某日参加办八音团。 本文间会指听做人间国宝。民国96年，高雄县文化局要将闽南客家八音并入被高雄县文化资产保护，看得出客家八音的可贵。不过，谈论时代改变，也八音也日渐年没落的，老师傅都开始行业国手，韩国社区太好，希望留住一个珍贵的文化补充。 2003年成立嘅客家口述办乐区，巧妙嘅结合中西方乐器，融合嘅传统同现代音乐，行出一条新民谣之路。唔但将得到金曲奖肯定，还受到邀请去国外演出。 摇滚乐跟八音，它其实是可以合在一起的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强的特色。虽然听不懂歌词，可是一听到音乐的旋律、唢呐的吹奏、二胡的拉奏，就能感受到我们客家摇滚的这种另外一种魅力。盤攤嚟嘅各精彩技術同針調，百年年代限啲神奇典禮，盤客家歌，形容傳統樂演。 他哋係客家八音同重要嘅角色。客家八音係古才樂做基本形式嘅一種樂器合奏，從頭應用到寬鬆起見。現在地理環境冇強用，南北嘅八音也冇強用。北部主要嘅為戲曲同各種客家民俗發通噴奏，接上嘅六獨八沙一組，為到同河洛八音並重，行更一百別個。南部嘅客家八音係40人嘅組合，單槍為客家嘅生命禮俗噴奏。 你也悄悄的，也就將佢轉做一個安尼嘅所謂講稱頭來處理，哦，將在個出菜牌安尼來處理，這樣用八音版，其實較早嘛，八音一天嘅稀釋，上次冇用八音。南部客家八音，敢若為安尼設家，為客家人嘅所有嘅法通，有人講啊，嘅儀式地方，那冇客家八音，嘅儀式就黑白啊。 1950年到1960年代，歸台灣差不多係封閉關，所以咧就青島啊，北部客家八音都轉型了，轉到很多嘛，北管客家八音。客家八音老樂時，無論他哋現力敲鑼打鼓、轟轟跳外，能夠單單去祖傳嘅音樂世家。 從細就聽到阿爸學建議，龍氏八音團憑本能加錯，傳到幾件嘅鐵切台嘢。唔過一老祖公傳下來嘅生命樂章，聽到時代改變，做出無調擺暗號嘅貢獻嚟。要先生結冇學生人啊，我就可以講，有安嘅東西要教人，但是學生啊，安尼錢唔多。我弄白我已經可以做20套。 20年，我信仰這件，一個人做2套啊3套嘅咧，家家幾好嘅咧。他的這個動作就是預備的動作，他會有停下來的時候，哎，就準備了8、8、框。唔想看到客家八音從暗用團成形式，落樂時開始將基地腦視度結合聲人嘅旋律寫做曲譜。客家組未有啥其他學設立客家八音練習班，小學學校未請老師傅去上課，避免傳統文化同見。呢地方來拜啊，搞人我喺呢擺度要見你哋，你啊搞我個窩咩？看啊拉起一條道，乾貨嘅，全部要表演咯。 表
园环境改变，客家北音保存传承的净土，无消失的硬件。无论是请老师傅去上课，学本北音登记，还是融入创新元素，客家北音嘅记录同保存是由政府同民间客家三盟单位，学本也亲有客家色彩嘅纯音乐艺术，上修下意。客家新闻联播由齐比玲台北报道。